也今仔早起差不多7点，台中大雅中清路4段火烧厝，有一个64岁阿伯掉伫内底。加在有去互消防人员救出来送病院治疗，也初步了解，这个阿伯呢是家己一个人住，那像讲是用火无注意，才会引起火灾。民家厝2楼清楚后，因消防人员到场了后，赶紧入去厝内搜救。这次早起7点左右，台中大雅区中清路4段这栋透天厝突然清楚火警，消防人员赶紧出动28名人力到场救援。迄当时一名64岁老大人受困伫2楼，救援人员会负将伊救出来，好在只有砸着伤，送医时生命现象稳定。双人搬运法把他搬下来，好，那该名患者意识清楚啊，但是肢体无力啊。到化火烧厝，甲阮叫啊，阮到落来。恁隔壁拢是偌济人？一个多一个。当地是联动的透天厝，消防人员用大约半点外钟将火拍花，好在无摊烧。确实导火原因也爱毁掉进一步的赔偿。附近居民讲，老大人独居几啊年，之前也有发生过用电锅无细力造成导火，想袂到这摆佫发生意外。消防团体表示，独居长者往往因为智力还是体能退化，造成真侪生活风险。其中，以用电用火无细力，甲跋倒上电看。常年下来，他们就觉得以前都没事啊。所以你这样跟我讲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已经活70、80年了，怎么可能觉得会有事情？就是觉得说这样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也不需要去做怎样的调整。然后再就是身体的退化，因为那个刚刚说那个人离火熄这件事情，其实长辈他们记忆力不好的时候，真的会很容易是忘记自己正在煮东西。杨祖贤表示，除了电击风时，也会请其他无带做火警时，加强注意独居长辈情况，来做异地宣导甲提醒之外，客家加装助警器，也是防范意外发生的方式。面对寒流特别来，行政院也表示已经整合部会资源应变，包括严防农渔航海甲独居老人参加有启动低温关怀机制，希望将影响甲意外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